想象下你住喺一個偏遠地區，可能係偏遠嘅牧場，又或者係菲律賓嘅偏僻小島，但係喺網絡世界入邊，你係被遺忘嘅一群。今日我哋習慣咗互聯網無處不在，我哋喺地鐵玩手機，喺高樓大廈睇 4K 影片，以為啲信號只係存在喺空氣入邊，但係原來互聯網一啲都唔抽象，佢其實係一件非常實體嘅事。如果你而家喺倫敦、紐約或者香港睇緊呢條片，你嘅數據好有可能淨係穿越緊海底嘅管道，呢啲就係海底電纜。喺呢啲電纜入邊，我哋將數碼生活轉化成一閃一閃嘅可見光，每一個1同0都以接近光速嘅速度喺光纖入邊穿梭。呢個系統好犀利，不過同時有好大嘅限制，就係佢俾地理環境綁死咗。如果你住喺一條偏僻嘅村莊，或者一個大公司覺得鋪幾千英里光纖冇肉食嘅地方，你基本上就係與世隔絕，你住嘅地方就係一個數碼盲區。其實將互聯網擺上太空唔係啲咩新鮮事，我哋由1962年就開始咁做。運作原理好直接，我哋唔用電纜傳光，改用無線電波。我哋將同樣嘅1同埋0透過改變電波嘅頻率同埋振幅嚟傳送數據。幾十年嚟，標準嘅做法都係將幾粒好大嘅衛星放喺極高嘅太空，大概35000公里，呢個叫做地球同步軌道。好處係衛星可以停喺地球表面特定一點嘅正上方，但係對於你嘅網絡連線速度嚟講，簡直就係一場災難。試諗下個距離，信號要來回行2次，即係7萬公里。當數據去到你嗰度，已經有極大嘅延遲，用嚟播電視就冇問題啦。但係對於現代互聯網嚟講，簡直慢到嘔。呢個就係 Starlink 想填補嘅缺口，重新聯繫嗰班被網絡世界遺忘嘅人，同時徹底解決舊衛星嗰種慢到嘔嘅延遲。但係佢哋係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嘅呢？答案就係將衛星拉近。Starlink 嘅衛星唔係遠在35000公里以外，佢哋近地球好多，大概只有550公里。因為距離地面咁近，延遲基本上消失咗。但係問題嚟啦，當你飛得咁低，速度就會好快，衛星唔可以停喺同一個位。話咁快，一粒 Starlink 嘅衛星就會飛過你嘅天空，全程只需要幾分鐘咁大把。所以 Starlink 就用成千上萬粒衛星組成一個網絡，不斷將你嘅連線交接俾下一粒衛星，就好似一場全球接力賽咁。而且佢哋越嚟越聰明，新款嘅衛星係會喺真空環境入邊互相溝通，即係話佢哋可以將你嘅數據傳送去地球嘅另外一端，完全唔需要經過地面嘅基站。而喺屋頂就有呢一塊平嘅天線，佢望落去只係一塊普通嘅平膠板，但係裡面卻係一個科技傑作。同舊式嘅衛星天線唔同，呢件硬件唔需要喐，相反佢係靠電力去做嘢。透過微調發射時間，啟動幾百個微型元件，佢可以製造出一束高度集中嘅無線電波。即使衛星時速高達幾萬公里，佢都可以喺1/1000秒內切換焦點，以確保你嘅連線永遠唔會斷線。不過呢樣嘢亦都製造咗一個巨大嘅地緣政治問題。故事嚟到呢度就變得複雜啦。當俄烏戰爭爆發，第一樣癱瘓嘅就係傳統互聯網。俄軍有系統咁樣攻擊發射塔同埋光纖樞紐，令到成個國家即刻變咗無頭烏蠅。然後呢啲天線就出現咗啦。成千上萬嘅 Starlink 終端機被運過邊境，即時改變咗戰局。最初佢哋只係用嚟幫平民保持聯繫，但係好快佢哋就變咗烏克蘭軍隊最重要嘅一部分。成件事已經唔係睇新聞咁簡單，而係用嚟引導偵測無人機同埋協調精準嘅火炮打擊。Starlink 成為咗烏克蘭抵抗力量名副其實嘅骨幹。但係隨住戰況加劇，全世界意識到一個令人極度不安嘅事：控制成個軍事基建嘅開關並唔係屬於任何政府或者民選領袖，佢係屬於一間私人公司。具體嚟講係屬於一個人，馬斯克。起初馬斯克被視為英雄，佢將 Starlink 送去烏克蘭，幫助咗一個處於水深火熱中嘅國家。但係去到2022年底，事情就變得複雜好多啦。隨住戰爭持續， SpaceX 開始擔心佢哋嘅技術點樣被使用。為咗控制局面，佢哋開始用地理圍欄，試圖阻止 Starlink 技術被當成武器。
例如佢哋拒絕將 Starlink 嘅覆蓋範圍延伸到俄羅斯所控制嘅烏克蘭領土，阻止咗一場喺克里米亞嘅反擊戰。呢件事引發咗巨大嘅爭議，佢證明咗一間私人公司而家竟然有權力去叫停一場軍事行動。突然之間，全世界都發現一個國家國防嘅生死掣竟然掌握喺一個億萬富豪嘅手入邊。Starlink 確實係做咗一件好了不起嘅事，佢將高速網絡帶咗去全球各地嘅角落，無論係對於士兵或者鄉郊家庭嚟講，佢都係一條救命草。但係同時佢亦都係一個警告，歷史上第一次一個全球性嘅核心基建，一個國家生死存亡所依賴嘅基建，唔係由政府或者國際條約去管理，而係由一個億萬富豪去控制。下次當你抬頭望向個天，嗰啲已經唔再單純係星星，佢哋係一種新嘅權力，無論好與壞，我哋每一個人都已經同佢連埋一齊。多謝收睇。